第二彈嚟啦，名錶開槍大特賣 Franck Muller，我哋啲貨真係靚到癲，滿天星榮格啦，係用 carbon 做嘅非常之輕厚嘅 skeleton， 仲有一隻粉紅色嘅榮格，呢盤 E45係列咗55折，咁其他都係45折啦，長方形嘅 Long Island 啦，有正方形嘅 Master Square 啦，仲有酒桶形色彩繽紛嘅 Color Gem， 呢啲就55折啦。咁仲有啲超筍價 18K 玫瑰金一圈石全自動機械錶，圍起嚟3折都唔使，有啲就更加超值，但係數量真係唔多啦。咁你中意邊隻？記住快手講，冇走步。皮帶紅藍紫黑啡綠任你揀，想睇實物上嚟呢度或者 WhatsApp 加微信預約上錶，手快有手慢冇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中意呢集內容嘅朋友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我。咁個地址就喺呢度，順馬鐘錶，呢度就係微信啦，公司嘅 WhatsApp 號啦，同埋公司電話。咁呢個位呢，就係喺呢度，香港銅鑼灣羅素街38號金祥藥中心1期35樓。咁地鐵站時代廣場 A 出口最簡單㗎啦，一上嚟過對面馬路，靠右見到旋轉門入口，靠右手邊直上35樓電梯全層嘅。咁到時喺門口撳個鐘仔，我哋就會開門俾你㗎。多謝大家，如果揾唔到嘅話，可以掃呢個 QR code 導航。咁非常之簡單。